来乡亲啊，讲这个台南下营所生产的下营文旦，袂输互麻豆哦。安尼酸酸甜甜的好滋味，这几冬来定定咧得奖，已经摕过几啊届的文旦王咯。台南市下营区生产的下营文旦，这几年来品质是愈来愈好，时常得奖以外，嘛得到几啊年的文旦王的肯定。下营文旦的品质更加是袂输麻豆。虽然说我们下营是比较晚发展，但是经过这10几年来我们的文旦的品质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绝对不输给麻豆。这阵啊受到中国的影响，和台南的文旦无到外销出去，只有农友真烦恼。所以讲，农业局特别举办各种的行销活动，希望讲会使减少农民的损失。举办各种产业文化活动一连续会到我们到9月底。因为中秋节要到啊，下营区农会嘛办记者会，希望讲和乡亲建立下营文旦的信心，嘛有消费者食到高品质的文旦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